兄弟姊妹，大家下晡，大家平安，大家好。这时阵咱要来分享上帝的话，咱做阵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甲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当中，互阮有迄个心拍开，会当来领受你祝福的话语，正做阮头前的路，引带阮行即条有福气有荣耀充满上帝。所束缚，互每一个愿意行的路，主，阮感谢你，甲下面的时间交托，求主束缚，互每一个人，无论是听的讲的，拢会当得到造就。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你若最近有看到台湾的新闻哈？台湾最近有两个足出名一个就是刘德华伫台湾开演唱会，搁一个做周杰伦听讲伊妈妈嘛基督徒即两个足出名，真侪人咱抢个门票讲迄买正站讲封台啦，所以延期了，迄真侪人就怎敢若足伤心嘛，哪安尼这就是讲咱即马就要来讲，就是讲毋知影大家知影讲即个一般讲英语有做 fans 讲粉丝台语是毋是安尼讲？我嘛无啥了解因为这翻译的粉丝甲文道啦，也是信徒。毋知影你了解粉丝甲即个信徒有啥物差别无？知无？遮你看因去买票敢若抢票嘛，抢到足凶的就讲一个开始就买无咧，就有人足伤心的咱若跟对主若安尼我相信咱的上帝嘛一定足欢喜即个一般来讲，我查一下讲粉丝甲即个文道有啥物无共即个文道是军队者啦，无毋对。即粉丝即个因的偶像去到倒就一直走一直撞啦我看嘛比咱较热情若钱嘛真敢开所以因是消费者啦因是消费者，因为要甲消费落咱是啥？咱是学习者。咱对咱的上帝，对咱的主，咱是跟对来学习，不但咱是学习，咱阁是做伙甲主来做阵来侍奉。但是伊毋是伊去骹搭拢看迄个设备啥物，这感觉足好诶，感觉敢若讲安尼足澎湃就对啦，所以因是感觉诶，咱是要来甲主做阵侍奉诶，伊是无共款诶，伊迄个偶像咧顶完表演啥物这歌星啥物表，下海人足热咧。但是伊是消费，伊是感觉。但是咱若是做文道，一般咱是军队者学习，咱是甲主共款来做侍奉。不但是做侍奉，咱来传承。所以你若看旧约，咱顶有讲到旧约，当初以色列人迄个主甲伊即个带出来，上帝甲因带出来了，伊拢甲交代这一代爱传一代要互咱的子孙有福气，要互咱子孙有福气，毋是干那咱有福气尔，迄一代要传一代，要互咱子子孙孙拢有一个福气。若你讲粉丝无啦，伊就是可能今仔日介意即个灵感即个较好所以刘德华表演了，我刷了追周杰伦伊到底咧对啥人拢知因欢喜的所以淡薄仔无共。那今仔日牧师伫遮要甲大家来分享。做文道即条路照咱今仔经文咧读，即个主耶稣叫12个文道来啦互因即个权利去压制即个去压制去压制即个鬼去医治人的病，搁催劝因去传道去讲上帝的话。你若看这时阵，你若无了解，可能是讲主耶稣叫咱来敢若叫咱去做事共款。叫咱来就敢若叫咱去做事嘛，你著去讲上帝国的代志，就你去去甲人医治你敢若做工咧，拢敢若做工。你若敢若看这是敢若去做工其实咱若自底搁甲想落去主耶稣敢若叫咱做工，这是伊的目的吗？伊是安尼想的吗？表面看是安尼。毋过，咱若甲看过落去的时阵其实伊做甲咱呼调来的时阵互咱即个权利的时阵互咱会当去即个医治人也好传福音也好，其实是要束缚互每一个人来军队的啦。
你讲伊遐怎束缚互咱？即个叫啊，讲召集来，叫做呼召啦。你若看主耶稣，伊按照伊的意思呼召12个门徒。即个呼召，你若看即个当时的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来，你来跟对我，跟对我互你得着人，敢若得着鱼，兄弟姊妹。即个彼得是渔夫呢，掠鱼啊呢。你若是鱼掠鱼啊，拍鱼的这，你要爱鱼也要爱人。你要爱鱼也要爱人。若讲叫讲你拍鱼，讲我你人，你讲你这怪怪，我咧掠鱼啊，掠鱼啊有鱼啊，我才有钱啊。人要创啊，人对我较有效。咱人安尼想是，咱就想袂了讲，主耶稣叫即个彼得来讲，来，我互你得着人，敢若得着掠鱼啊共款。一般的人拢袂啦，送袂，对吧？我人就无效，钱较有效啊。鱼啊会当换钱啊，人敢袂当换钱。有诶，我相信咱有诶做事人，咱请用咱的囡仔，有当要请用去新老命呢。囡仔呢，我会记有诶大巴肚对吧？囡仔生出来种，早慢慢甲生出来，放咧巴肚较开活，行来行去较开活咧。伊即摆生出来哭哭走，我爱甲掠，真忝。互你人是真忝呢。主要所来讲这，敢若甲咱人讲无啥共。毋过你爱了解呢，你上帝敢讲内底人是上帝创造的呢，伊的珍贵超过天使呢。所以咱会当了解讲，伊要咱得着人，比这咱人世间看的钱较好的时阵，咱会当了解，这要咱才福气哦。你若看无，你哪会知？咱会当看着旧约较可能看较有啦。旧约当初的时阵，上帝呼召要来喊讲，你离开本地本族，你的厝的所在的所在，去我甲你指示迄个所在，我要互你真做大公呢，我要互你祝福，互你的名做大呢。这大家较袂出名嘛，这袂歹啊，这可能大家较有法度感受啊。主要说你讲这互你得着人，敢若得着鱼，哈尼济，我买啦，我看是鱼较好咧。那鱼较好，所以咱来看这时，咱呼召，原来呼召上帝要互咱的是天顶的啊！这个人得到是将要你永远天顶的啦。你世间得到的钱财，拢是暂时的啦。所以咱若无这个眼光你叫我去做事遮艰苦，人喺世间做事嘛有这个工资，对吧？嘛有这个钱财，这较有理的。结果，咱也无了解讲，上帝讲，无论你得到工资也好，你世间所得到钱财也好，这拢暂时的啦。我要互你得到的人，将尾是你天顶的。咱若话倒转来讲，你世间的当中，做一个医生，救人的身躯的这个活命，这个就足受尊重啊呢。但是你今仔日，若救着真济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尾甲转去甲天顶，你想看觅，这个人是尾啊正做啥物人？做上帝儿女。我相信若有人救着你的囝儿你的儿女，你是安怎想？你心智会感觉这个足赞的。但是咱有当看无这个价值，所以咱咧传福音嘛好，也是讲咱叫主呼召也好，这个呼召足艰苦咧做事，咱若看无这个价值。咱咧服侍有当会感觉真疲劳、真忝，因为世间的人会当为着趁钱无年无面的咧拼，咱呢，咱看会到上帝予咱的价值，咱会当为主大大拍拼的心，所以咱会当看到上帝呼召咱，是要大大甲咱赐福心。我相信咱今仔的热情应该愈来愈大，因为世间的人就是安尼啊，世间若趁愈侪，伊的热情愈侪嘛。无相信你去像迄个台湾咧郭台铭，也是即摆伫美国有一个有一个足出名，转去台湾，趁足侪钱，大家拢讲拢哇哇去感谢咧。去夜车食一下饭尔，大家就敢若迄个翕相，啥物拢有啊。上帝予咱这，咱拢袂晓想，足可惜。所以求主帮助咱，
主耶稣呼召咱，是要互咱大大的祝福。刷落去吼，互因即个能力啦、权柄啦，互因是啥物意思？啊，互你去做神的，其实歹势吼，这无毋对啦。做事是安尼啦，你真侪人讲，即马真侪人讲啊，我足有气力咧。但是你爱想一件物件吼，你真有气力无毋对，但是做人的软者，而且即个毋是互你敢若有气力尔咧，伊这是伊互你一个地位。你是天国的大使，你的地位甲人无共。伊互你就是你的地位，你出去代表啥物？敢若咱即马即个若外交官出去，来伊若是台湾的外交官，你出去就代表台湾啊。你毋是敢若看到伊呢，你是看到伊后壁代表的迄个呢，伊有即个权利能力互你，毋是敢若做事尔呢。你的身份甲人无共，咱是代表上帝国呈现出来的天才，比天才较大。咱的地位，咱若看会到，咱我当时我踮咧人的当中看起来普通啊。哦，咱就出去外口，咱人看你，世间的人看你是看你有钱、有地位、有身份，对毋对？啊，你世情偌好，安尼来看。但是咱若知影，咱是代表天国的。是永远迄个国度是将来要统治哦，主耶稣过来是要管理所有的。啊，你的身份你就无共咯，你就知影哇，咱人毋知咱的地位遮悬。可能咱对人来看，你就普通嘛。毋过若对上帝眼光来看，哇，咱今仔的地位是遮尔悬，这是我哪有福气的代志呢？足有福气的呢。所以特别来，伊讲你使徒行传遐嘛有讲啊。圣神降入伫咱的当中的所在，你就得到气力为上帝做见证。原来咱得到这个，其实做见证，荣耀咱的上帝以外，宣告咱上帝的水会好，会宽容，会听。你是代表天国的，所以咱徛出个时候，你莫看轻你家己。世间的人毋捌袂要紧，但是你家己爱捌。咱家己爱捌，咱是代表上帝国，上帝予咱这个权利，予咱这个地位，会当代表天国的大使，你人的当中来报告上帝要予人的好消息。咱今仔日咱知影台湾出去到外口也无简单啦，所以伊大使出去的时阵，迄足强的国，哇，可能看咱无去，但是咱毋好看家己无去，对吧？所以有当时啊，咱出去，咱才会当了解咱的身份。你若国愈强啊，无你看美国嘛，美国的大使出去，大家安怎看？上加轻视，对吧？世间的人对美国的这个出去，大家嘛真正要甲交代，结果咱看袂到咱家己，所以有当下咱会感觉讲，咱这个大使出去，敢若感觉无迄落。不过上帝讲，我互你气力咯，你莫袂记哦。医生会当医治人，佮爱靠药啊。但是你知影无？你会当祈祷医治人咧？你敢若出你支喙，你后就是会当医治人咧？有可能咧？上帝嘛要医治即个人时，你为喙甲祈祷时，即个会好咧？我相信真侪牧师应该拢会经过这啦。我家己嘛捌经过啊。我当初迄当拄着王进财牧师，2006年迄当中，我住咧因兜地下室，倒来遮。迄一年，你本来是有一个叫做姊妹，伊叫做李百合。迄当大家相拄相拄着，伊甲我讲传道啊，哎哟，我毋捌你啊，我毋捌你。啊，大家拄着，伊讲一个姊妹甲伊介绍讲，即个是咱即个主来姊妹。伊即摆医生甲讲啥？伊的肺啊，有即个癌啊。兄弟姊妹，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咱唯一的法度就为祈祷尔，咱有法度，对无？为祈祷了后，尾祈祷了，我就转去美国的大学的即个神学院，伊敲电话来呢。伊讲大传道，感谢你呢。我感谢我啥？医生甲我讲足奇妙呢，伊本来伊的肺内底讲有迄个癌。即摆讲奇怪，医生搁我看讲，你个癌敢若无去咧？伊足欢喜的讲，上帝听伊的祈祷。我讲对啊，咱来感谢上帝，毋是咱外交。这就是上帝气力，伊会当赶鬼，会当医治各项的病症。
医生嘛无一定甲你医会好啦，敢毋是安尼？医生嘛无一定，医生嘛是甲你讲，啊无你开药啊，食看卖啊，试看卖啊，敢毋是安尼？会好就会好，啊袂好嘛无法度。咱毋是共款，但是咱医治的是就上对天顶医治落来。咱承认咱毋是医生呢，但是上帝若要医治即个人，照着你的祈祷，即个人会好呢，对无？我即个去中国大陆嘛共款，一个讲中风的啦。迄天暗时你报道会一来咱嘛毋捌哩，就祈祷三甲治好，祈祷了，伊尾啊祈祷了，足一直哭。逐个知影讲因为伊中风嘛，对无？一直哭袂讲话就伫遐一直流目屎。尾啊伊边的人讲，牧师，伊会晓讲话啊呢？伊较早敢袂晓讲话，伊讲伊袂晓讲话，中风袂讲话。尾啊讲，伊即摆开始咧讲话呢。逐个伫遐欢迎啊，讲感谢主。我相信毋是我啦，恁若捌即个老妇女院长也好，还是捌真济牧师也好，我相信咱拢会拄着。有的人会拄较济，有的人拄较少，所以你莫看见你家己。有当时你甲祈祷是上帝赐予你的权柄，而且有当时无一定变伊会好，毋过有的人心得到安慰呢。有人会惊吓嘛，有人破病啥物会惊嘛。你甲祈祷了，伊真平静，伊感觉伊有气力，伊会当面对即个身躯无好也好，也是面对食头路有的人嘛捌安尼找无足紧张呀。你甲祈祷了后，无偌久伊就找着伊讲这信上帝足好。所以咱拢会经验即个信赖的代志。所以上帝呼召咱，毋是干那呼召咱，干那去做事共款，毋是，是呼召咱，互你认识你家己。是上帝听你，今仔日要找紧你，要祝福你，要互你了解上帝的权能，照着你，要真正祝福人。你家己嘛会当经验啊？你的经验你嘛是感觉，哎呦，咱就普通的人，是安怎咱祈祷了，看到遮水的代志，咱对咱家己讲，咱嘛是真欢，真正欢喜。所以圣神降临伫咱的当中，咱受洗了有圣神伫咱内底，咱出去。咱共祈祷，无一定讲逐个祈祷拢好，我都同意。我同意。但是有当时咱愿意去做，上帝的怜悯来临到即个人，你就看到即个人的心灵就出现咯。你看到心灵出现咯，这嘛是咱的福气嘛，对无？照着你，互即个人会当变也好，照着你，即个人得安慰，照着你，互即个人会当领受讲，哇，看袂到的即个世界当中有一个足好的神。这嘛是咱领受的，敢毋是？我虽然是咧家人庙口大汉，我嘛是共款啊。庙口拢是真侪人咧拜神啊，逐个嘛咧操作神。咱对遮咧手我讲，咱即个神是同大即个神，所以求主帮助咱知影讲，伊呼召咱是要互咱真侪福气，互咱地位，互咱气力，互咱气力。所以当初即个做，咱之前嘛捌分享讲做即个会务时阵，神。要做会务，伊家己呼召人，结果要安怎做？因较早拢做迄个努力的路谱，要哪会法度去做即个会务，遮尔奇妙的即个手工，伊哪有可能会晓？上帝拢讲啊，我呼召恁，我互你有气力啦，我互你有智慧啊，你会当做真侪其他的代志啊。今仔日兄弟姊妹看我遮讲台语啦吼。其实我自细汉讲台语无毋对，但是我自细汉我毋是基督徒呢，我哪会晓讲圣经台语的话？袂晓啊！你嘛知影尾啊，就是兄弟姊妹听，互我有机会，我主讲主啊，你若真正爱我讲吼，我来试看卖啊。所以今仔日遮，你嘛当看到讲，是咱若愿意照上帝意思去做，咱会当经验上帝能力伫咱的身躯顶悬，互咱的生命更较无共款，更较丰盛。所以我真感恩，就是兄弟姊妹，因为你会听，你愿意照主的意思去做，你嘛祝福足侪人。所以今仔日我会当分享，一方面感谢上帝，一方面感谢兄弟姊妹，你主的内底愿意去造就遮尔算讲，我敢若晓讲国语来讲，是我较会晓讲的，因为我自细汉尾了去台北读书，拢嘛是讲华语啊。哪有可能你讲国语？讲国语细汉的时候，你伫厝诶，你咧校你咧罚钱啊，你还晓外口讲？
你就无啥会晓讲呢。所以我的意思讲，上帝若要叫咱做这个代志，其实是要赐予咱，予咱的这个咱的这个能力会当来扩充，会当来扩大。这是咱要经验也无爱的代志。所以这条路虽然讲有当上帝就叫咱去做代志，咱也无明白上帝叫咱这做事，咱要赐予咱的时阵，咱无法度行会起嚟啦。咱若了解，咱就来讲，这足好的，好，咱来试，咱来经验，这是足水的代志。所以初课嘛是，就是执行命令执行命令执行命令了咧，嘛是要甲咱祝福。咱看保罗，咱就知影嘛。保罗要侍奉了的时阵，要掠去抬头，就世间的人讲要抬头，这要抬头这我相信我想可能除了王牧师甲牧师娘可能人要掠你抬头，大家讲这上帝莫找我，找别人，找王牧师啦，莫找我。一定会安尼对不对？我想咱大家拢有这个感觉，有当信心无够，是不是安尼？无毋对，这咱拢会。结果咱看到保罗要去用抬头的时阵，伊讲有公义的迄个上帝要互我迄个冠冕为我来存在。你若要来，阮大家拢得得着，要我你家己决定，恁家己决定对无？所以咱去执行上帝互咱的使命，嘛是要甲咱祝福。所以你满看来拢互咱祝福的，兄弟姊妹，上帝要呼召咱这条路，拢是要互咱祝福的代志。而且你也看，迄当你做会务时嘛共款，这个工课做了哇，上帝就叫我说，甲因祝福，甲师傅大家足欢喜。咱今仔日去到倒，咱嘛爱，若想要得到福气，上帝福气大大要赐予咱，伊呼召咱，咱今仔日已经是入去的这个。上帝国内底，咱爱诚做门徒，咱爱诚做门徒，咱爱去回应，你的福气会足大，你的福气会足大，所以咱继续来讲，所以门徒这条路其实是真有福气的路啦。所以求主帮助咱，有当时咱看到环境安尼，互咱会担啦。牧师嘛共款，拄仔开始做这个传道去你台顶讲道大家牧师你讲道安尼头前看遮足安定的。我讲你无看到下骹安尼皮皮吵到要死，你拢毋知影。因起来人尾也知讲，牧师我甲你共款，我知啦，你当然甲我共款，我嘛是安尼所以咱拢这条路拢是上帝引带咱拢有这个过程，所以咱互相勉励。你服侍主的时候，有当时你会惊啦，有当时你小组分享的时候，牧师莫叫我，莫叫我，我分享无好。我知影真侪啦，佫有啦你即摆啦有你Zoom顶悬做的，我有拄着啥物款的人，开始讲要叫上分享的时阵伊就先落线啦，等一困再佫起来。你等一困再佫起来呢？我毋知你捌倒过无啦你大家开始分享，讲要请这个比如说请你的顶头分享者，分享者，佫请这个倒去分享者。忽然间有一个人就下线啦，安尼无去无去，你就无法度，因为你电脑顶悬，大家都是做阵你做的嘛。开讲讲无佫有做的无佫佫有人要入来，佫试，你又佫入来，恁有无？应该无啦感谢主。从阵嘛有人来回答讲，较早较是装紧张的。尾伊讲好啦，老师你拢叫我会惊咧尾讲伊就无足无爱来。尾上帝感动伊啦还是别人甲鼓励讲好啦，试看觅伊家己试了，伊讲袂歹呢。伊会当发达伊心肝上帝感动伊嘛造就真侪人，伊家己嘛真欢喜。别人讲你嘛讲了真好较早我就无信心咧，因为咱较早真侪咧服侍的时阵，咱拢看到家己啦，其实咱咧服侍主的时阵，你若去看马可福音，伊嘛是特别甲你讲，主呼召你来，要甲你同在啦，要甲你做伙啦。所以你下面看这段路看这段经文，你会较了解啦。主耶稣叫因来，呼召因来，甲你去做工课了，甲你讲，你著出门你著开即马出去出门创毋好早乖毋好早愈兄弟牧师下暗要明仔载就是凌晨要转去台湾，你加减爱轻一寡行李对无？那有
伊甲你讲出去，无鬼啊，毋好炸，行李毋好炸，啊，搁啥毋好炸？食诶毋好炸，啊，搁咧，好安尼讲诶，安尼讲啥物去啊？搁毋好炸2领内衫，吼，连2领内衫嘛要管。我听咧，这无人要去啊，对无？啥物去？这真正吼，主耶稣搁较趣味啊！伊讲吼，我找紧恁去吼，甲恁找紧出去。敢若羊啊吼，走去豺笼内底，哇！阮死无啊？阮死诶，这去阮死诶，有啊无？阮死啊！你要去啊？无人要去啊！你若看你家己，你袂去啦。但是咱拄则有讲，你若看马可福音，主耶稣讲：我招你，毋是叫你去，我甲恁做阵去。我要常常甲恁做伙。所以咱会当去经验，主是咱的牧者，主是咱的供应者，主是咱的保护者嘛。啊，咱目睭拢看到家己，免讲逐个嘛毋敢去，看到家己送敢去啦。人的正常反应，无人敢去啦。对吧？正常要衫加炸几尔，哪有较有差？对吧？物件炸一束啦，你敢袂要紧？伊讲无哦，女兄弟也袂使炸，哦，咱若行路无好势，拐仔嘛袂使炸，这真忝呢。但是咱有了解啊，这也是上帝要甲咱讲，伊要甲咱同在，伊要赐予咱，哦，要赐予咱，伊毋是要为难咱呐，毋是要为难咱呐。所以主要所在甲门徒讲吼，你若要跟对我吼，你著爱吼放下家己啊。咱家己有真侪想法，大家拢知啦。你放下，咱会当放下无？我相信真侪人吼，咱若你可能有，你会拄到真侪人讲，我对即个话语我著无了解咧。安尼我无了解，我会当洗礼吗？兄弟姊妹，无了解会当洗礼吗？会得还是袂得？真侪人讲，一定爱上即个奇妙真理哦，才会当洗礼。我同意，我尊重。但是对这无了解，敢袂当洗礼？我著相信主，我愿意领受你予我即个福气，我会当洗礼无？可能有诶教会讲袂使，我尊重。但是圣经敢有讲，你著爱捌3个才会洗礼？圣经敢若讲，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对你讲诶话？你若愿意相信伊为你死，你十字架顶悬，你愿意承认你是有一个罪过，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讲，我为替你死，要救你。这新约安尼讲，旧约咧，旧约迄个挪亚方舟的时阵，你甲看觅。我请问你，伊敢若记载迄个挪亚即个人，可是义人嘛？我请问恁，伊的牵手咧有讲无？伊的后生，伊的新妇有讲无？结果当初的人拢无爱入去，挪亚就带因某带因囝就入去啊。敢有讲你著爱捌3才会当入？无啊，相信。你愿意接受相信主耶稣甲你讲的无？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我替你死，为你的罪过担当，为你死，你十字架顶悬，为你搁活起来，你愿意接受我这个互你的礼物无？甲咱问你耶稣烦恼啦，袂问讲奇怪，你哪会安尼做？你我爱明白你安尼做，我才会当接受。上帝偌济代志，你哪可能拢知？咱是用相信入来，毋是讲咱袂当无爱了解。但是有的人都讲啊，我都无晓了解，我即摆袂晓接受。我家己共款的，我当初咧追求这时，我拢共讲，这我都无啥了解，安尼洗礼敢会怪怪？我拢爱做清楚的。我感觉我嘛做了无好，安尼来洗礼敢若无介好。我尾也回想讲，这拢是家己的骄傲啦。上帝真简单，互每一个人相信你的人就得救，相信接受啦，毋是你外了解啥物啦。当然你会当去了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毋是讲我爱了解安怎我才会当来领受。圣经无安尼讲，但是咱真侪所在要来安尼讲，我愿尊重啦。但是重要是咱愿意相信上帝，今仔日甲你讲的哦，找起你去时，叫你去莫查，你就莫查。你讲要查嘛，嘛伫会去做呀。
所以每一个人你领受，确实讲有真侪款无共款的即个状况。毋过上帝的话，咱愿意相信、顺服、领受，这是头一站。伊安怎讲，伊就安怎成就。所以求主帮助咱。所以有当时叫咱安尼，好讲放下家己，这足困难的，大家嘛知。但是咱若愈放下家己，咱愈经验上帝的充满。咱也无可能放下家己，咱家己会一直当着上帝，也是主耶稣的主意。我相信咱行这条路，咱拢会共款。毋是讲咱有啥物迄落，其实咱拢差不多。所以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这条路，这条路是哪是荣耀的路？因为伊是十字架的路啊。所以咱有当咧手讲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本来是互人做见笑的代志，迄是一个犯罪也好，也是一个政治犯也好，钉喺十字架顶悬。如果即摆的人若愈知影讲你十字架顶悬的耶稣，伊手开的时阵，即个佫绑一条筋仔呢咱大部分看拢安尼其实无啦，无即条筋仔。伊是规身躯烫光光伫遐，足歹看的，足见笑。所以十字架为啥讲见笑？大家看讲迄足见笑。但是你主耶稣的内底，互人看到感觉讲，这敢若看足戆的。其实你主的内底是智慧，是得救的代志，是荣耀的代志。你若无经过这，你无法度啦。敢若讲咱人要服侍主耶稣，咱的面子若无爱藏落，咱真无啥可能服侍啦。无信你出去传福音看卖啊，看你敢共讲无？莫讲传福音嘛，我自细汉的时候，因为我是你家人庙口大，阮家减到哪去外口为了趁这个啥物零用钱，爱去路边摆摊呢。你拄啊出去第一间摆摊，拄着同学秘起来，人拢要出来，你也袂，你会感觉做迄落呢？我读到研究所的时阵，我甲阮同学去即个网架遐摆地摊，嘛是共款啊。你无论啥，你拢会感觉人敢若足好命，咱会出来来做即个代志，佫拄着熟悉的人你要共推销，拢感觉足见笑的。但是讲，咱就正经做代志啊，咱有啥好见笑的时阵？咱自然即个物件就无，咱自然真大方。共款，咱传福音嘛共款啊。咱若相信咱的福音是足好互人的代志。咱讲较歹听，你去食一个饭店，对吧？去食饭店，你食了一间足好食的饭店，你共介绍，你感觉足歹势？袂啦伊要食歹食，伊家己决定，但是真好，咱共介绍尔。但是你若歹势，万一伊去食了歹食要安怎？你就毋敢共讲啊。你就明明感觉好食，你啥人毋敢共讲？歹势啦，万一伊若食了歹食，食了歹食是迄间的代志，甲你啥物伫内？咱若相信主互咱是福音足好，咱共介绍是足自然的。所以有当时服侍时，实际上是对世界的人来讲有当足歹势。所以这敢若十字架共款，咱会当放下家己，你就看到上帝阳光显明你的身躯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嘛，你讲讲啥物？伊讲犹太人拢要看新约啦，即个希腊人迄个。希腊迄边的人，因拢求迄个哲学、哲学智慧。伊讲这拢足够的，这足够的啊。但是我请问你，无论你是看新约，无论你是讲你有偌智慧是朴素，还是朴素朴，我问你啦，有倒一个人会当救人活命啦？救人永远的活命啦，就是上帝道理尔。你传讲的是这个道理，大家感觉你足戆的，结果你是去做上帝对你身躯。要照着你去显明神，咱相信的这个神的权能偌大，能力偌大咧。咱若无想到这个时，咱会感觉讲歹势，咱敢若，互人感觉讲咱是迷信也好，还是啥物啊？你自然你毋敢去讲嘛，你会歹势。但是咱说主耶稣是甲咱讲安尼啊，咱会当放下家己无？咱相信上帝的话，咱就去讲就好啊。咱来经验上帝，互咱的这个荣耀。所以世间的人，咱讲说，你有当兄弟姊妹，你有当去请真侪无熟悉，也是无信主的人食饭，伊讲，这基督徒咱遮趣味咱请人食饭，伊是毋是有目的？伊是毋是后壁有想法？发现那无咧，无咱遮基督徒怪怪戆戆的。因为世间的人请人食饭，拢是加减有目的嘛。咱目的是啥？咱的目的就是讲，伊会信主，伊信主对你有啥物好处？
啊，你著已经信主啊，伊要信也好，毋信也好啊，迄是伊家己的福气，无要福气啊。但是咱知影，咱做这是回应上帝恩典的感恩的福气，咱原来去分享互上帝爱咱做，这就是上帝最欢喜的代志嘛。主耶稣嘛捌讲过一样代志啊，有两个兄弟啊，哈，即个老爸叫大汉囝讲，啊，你去做啥？伊讲我爱去啊。啊，甲细汉囝讲，啊，你去做？迄细汉囝讲，好好，我去。结果咧，大汉讲，我咱无去，咱毋对去做。啊，细汉囝讲好，无去做，倒一个较好？咱是毋是常常讲好，啊无去做？也是讲啊，咱想着讲是啊，确实有当歹势啊，毋过尾也想着，咱还来去做较好。结果主要说讲，即个较有福气，即个愿意去做人较有福气，愿意去做人较有福气。啊，咱讲的有当时别人会感觉讲，恁来讲这是啥？但是这是上帝救人的福音的权量，所以这是荣耀的路。所以有当时咱家己放下家己的时阵，就是圣经里讲，咱为咱家己把性命放弃的时阵，咱颠倒得到性命。啊，世间的人是讲我要得到性命，上讲你家己为你家己，结果无。所以圣经真侪话，咱有时阵也无理解，咱拢看无上帝赐福你内底有安尼啊充满，有安尼啊充满。所以求主帮助咱啦，吼！所以这条路其实讲是无简单的路，大家拢知嘛。对着叫你出去哇，这要哪去？咱也愿意相信，咱会去拄着主甲咱同在，咱会去了解着、领受着上帝，互咱加上咱身躯顶悬有上帝的恩光啊，上帝的恩光啊。所以你知影当初摩西嘛是安尼，摩西讲莫找我，结果顺服，就得着福气。所以求主帮助咱做门徒这条路本来就是12个的路，但是终尾是互咱有荣耀的上帝恩光会当充满伫咱的当中。我这里走去不要紧，搁较趣味啦，伫遮。你若去倒伫因兜吼，你就住咧遐。所以无算今仔若去恁兜，你爱开门请我去哦。你若无请我去，你麻烦我甲你讲。无我讲，迄圣经家己讲的啊。今仔王进财无顺伫遮，因今仔日去到恁兜，你门紧拍开，欢迎，你若无请会入去啊，你卡开。爱警告我甲你讲，你既然无来招待我，你歹啊你，你家己讲，上帝的话毋是我讲的所以做牧师有这个好处，靠大家拢去做牧师哦。伊讲你若出去，若无去接待你的你就较头稳无来，你就走。另外你来看觅讲即间厝若会当得到平安哇！你甲平安带去因兜，这互人有祝福呢。不但有祝福，你嘛有祝福。伊若无爱，你去伊若要招你不要紧，上到伊无爱，这个福气佫分互你，我双倍祝福呢。所以这够好的咧，够遮好。意思讲你去做工这个人要帮助伊若无爱，福气佫你家己，互你得2倍。若袂不要紧，大家都拢有。所以有比做这较好的代志吗？有比这较好的代志吗？对吧？所以咱来了解，咱做门徒这条路，毋是干那咱福气，毋是干咱荣耀，咱佫会当使互真侪人得到福气。这样工课你较歹做。所以咧，圣经都伫讲迄个报告这个欢喜的好消息的福音的，这个人的脚所行的路偌尼水咧。弟姊妹要行无？敢若无啥要行的款弟姊妹要行无？要也歹啦。大声爱要敢若歹势，要也歹。这条路爱行，这条大有福气的路，你无爱行，你要行什么路啦？牧师顶礼拜就甲恁讲，你若这条路无爱行，你无爱行去天顶，无你要行哩倒？你家己选，你想好。这条是天国的路，这条是有福气的路，你无爱行，你行别条路，你家己想好。你家己要，你爱想好，你无爱行这条路，你看你要行什么路？所以求主帮助咱。而且咱爱知影，咱本来就是上帝创造咱，伊的恩光互咱，咱就是伊创造的，创造咱从甲各方的祝福传到更较侪人，更较侪人。上帝要借着你来显明伊的荣耀，要见证伊的水，借着你。所以这个福气，你若愿意做，上帝先放在你的身躯，借着你传到更较侪人。这个活动起来就愈来愈丰满。经济嘛是安尼牧师顶面有讲，你看即马即个做银行的银行敢有钱？
银行拢别人的钱摕来用去保险去，啊，趁着钱，大家做伫趁。这世上的人就安尼想啊嘛。啊，咱做上帝国的人，佫袂晓想，迄毋足可笑的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好好踮咧即条路。所以文道即条路，是祝福人的路。你会成做真侪人的福气，成做你厝的福气，成做你朋友的福气，成做你四周围若拄着你的人，伊拢有福气。这足好的呢。所以你行啊，到你心情就足好的。你拢去到倒就甲人祝福啊，互人得到祝福啊。所以你毋好看轻家己，是讲我基督徒无啥物，无哦。你得到福气了，你佫会当成做真侪人的福气。这有啥变相？好来，所以尾下咱复习一下，做文道这条路是啥物路？有福气的路是啥物路？荣耀的路是啥物路？祝福的路。你就爱问你家己哦，你有你这条路上无？有啊无？总有吼。有了你有你行无？有人就徛咧遐咧。顶工我无徛咧遐，就比敢若迄个罗德因某徛咧遐，佫滑头，就掉了死啊！咱爱行，对上帝的路一直行。所以求主赐福咱，安尼好唔好？咱做阵压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福气，今仔日照着你的话，要来提醒阮，知影讲阮行即条路虽然无简单，但是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予阮的地位，予阮的能力，予阮会当去面对各方面。知影讲主啊，今仔日你带阮，甲你做同工，带阮要来经验天顶各项的福气，要临到阮，也要照着阮来临到所有主你所听的世间的人。主，阮甲这一切荣耀拢归予你。求主继续帮助阮伫这条路当中，难免阮有软弱，难免阮若看袂清楚。求主你开阮的目睭，予阮知影讲伫这条路。阮欢欢喜喜来对你行，你一直到主你来的时阵，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